看到嘉义大学办年度研发成果发表会，其中一台人工的智慧机器人，叫做家己会当找病虫，也阁会当家己抓农药的大同仔机器人。嘉义大学生物机电工程的教授带学生囡仔做伙观察到，一寡大同仔农药因为抓较济，那年久未侵，恐惊会污染环境。研发这台大同仔的机器人，互人看到到地，学到讲实在功夫有够强。 锁定目标，就亲像人面的系统同款，为甜椒树顶的甲病虫害吹出来，刷落随喷农药。嘉义大学校长另外嘛是生物机电工程学系的教授，带领学生收集1400张害虫的相片，用人工智慧的科技开发一台甜椒栽培种植机器人出来，伊会晓自动去找病虫、喷农药。 它可以自动去喷药。农民正常自己喷药的话，会有一些人为上的一些农药会过多的使用，或是造成场域的这些农药的感染。透过影像人物来训练机器人，目前准度已经有9成。实验的结果嘛，发现机器人已经会当伫100病内的温室内底家己行动喷农药。然后会取代农民的喷药，这是我们的想法。那这一台下来以后我们就要改这个，再改一个采收。如果它成熟了，我们把它加装改一个采收的碱，就可以收那个成熟的。开发业的结束，未来要让机器人的功能更升级，会当喷农药，嘛会当收成，让机器人来做农民的助手，嘛避免农药喷伤剂造成环境的污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